请总裁也开始跟大家一起我刚才记得我们是12月拍摄的，对，就是很怀念那段日子，然后每天可以跟大家朝夕相处，觉得有戏拍日子很好。开始，我觉得因为很熟，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比较感情戏的地方，就会有需要调试。对，我自己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们其实只有最后有稍微有点对，就尽量那段日子就不跟昆达联络。你很怕爱上我吗？默契算不错哎，算可以。对，就是如果 NG 的话，对方也比较不会那么臭。我觉得因为毕竟有一点交情，对，是吧？不好意思啊。其实那个气氛一定是很欢乐的，但是在片场里头，我们发现你跟任妮一起对戏，会不会当了爸爸之后跟小孩对戏，基本上对你来讲很 OK？ 我觉得，因为我一直没有把他当小孩，对他其实可以聊天内容非常的多，然后而且白润英确实是一个少数我见过非常非常厉害的童星。然后他又不会太过于降气，他是，我觉得他是我们很开心可以得到他一起合作的对象。对，他很可爱，小怀秋哎，小怀秋，很像哎。两位这是第一次合作的感觉，觉得蛮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私底下确实还蛮常会聚会的，但是在工作场合演戏倒是第一次，可是。也还蛮快就进入到状况，因为角色的背景跟真实的我们之间的互动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很快就进入到那个状态。我也是觉得蛮奇妙的，因为认识很久了，可是好像是第一次演戏，很好玩。会不会有点奶油，怪怪的？一开始啦，因为这个剧本，我觉得最需要克服的就是一些情感的部分，然后或是有稍微比较亲密一点的动作。跟昆达打个招呼吗？会有一些亲密戏哦。好像没有。我有跟静雯姐打招呼。对，我没有，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对那阵子就对没有跟他联络。你不是跟他绝交了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